继续来到台南的盐水一间废弃的工厂，昨暝火烧厝，因为工厂内底拢是放一寡要合格的棉仔花，短短几分钟，这个大火就烧到半天红，深夜风真透，把这个浓烟吹到盐水下营善化甲台南市中心。这台南市环保局紧急来发警报，提醒当地民众爱甲门窗关好密，这工厂的负责人嘛去互罚款。 伫台南盐水的这间废弃的工厂，伫27号暗时突然间火烧厝，因为工厂内底囤真侪无咧用的棉花，较无几分钟，规个工厂的火就烧甲炎。台南市的消防队接到报案，马上出动20只消防车赶来拍火，好佳在并无任何人员的伤亡。 大火遮尔猛，乌烟一直冲，台南市的环保局原来赶紧发布空污事件通报。伫半暝2点半，这乌烟会冲对咸水、下营、善化，还有市区这所在去，希望民众都要特别注意。今天讲现场火势已经控制，但是四界拢压在青乌烟。到凌晨1点的时候，比背景值大概PM2.5。 高于6倍。环保局来到这进行搜证，嘛按算要对废弃工厂的负责人开出罚单，对所有人来进行告发。那假如说我在监视若属于蓄意的行为的时候，我们会以最高金额10万块来告发。提醒火场附近的民众，若出外的时阵，就爱挂喙罨。环保局嘛会继续监控，不断更新空气品质的资讯。